大家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天气阁遮尔好吼，互咱会通用真欢喜、感恩的心情来到上帝面前。今仔日特别的日，什么日咱敢知？主日啊，礼拜日嘛吼，来点拜上帝。阁有哦，今日什么日？台湾新人医的纪念主日啊，吼。阁什么日？讲话报冬敢毋是？这过去啦吼，咱即摆台湾食真好啊，其实咱免报啦吼，入冬啦吼，入冬就是冬天的开始啦吼，所以咱大家天气咧变化较大，咱来穿小要注意吼。感谢就是讲，家人直直来啦吼，昨也就是搁一个吼，但是渐来好势吼，起码要感谢上帝。世界的瘟疫遮尔严重，就是上帝保守咱台湾会通遮尔好势吼，遮尔做咱来感谢啦吼。好，咱礼拜日让咱三个来祈祷。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互阮台湾即个岛屿的子民，拢得到你的固守。因为你的听，互阮属你的囝儿，早起当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圣神即时临在伫阮中间，互阮今仔日礼拜，无论讲台、司礼，还是司琴、生活的献诗。交代每一个服侍同工，拢有你的恩典满满伫阮中间，赐互阮，互阮逐个人服侍拢照尽阮的本分，特别将讲台交托伫你的手，你的圣神临在伫看长老的身上，互伊通过伊的喙，将你的真理搁一摆来阐明，互阮来遵探你的旨意来行，将今日礼拜恭敬交托，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主里平安。咱即摆开始来拓展咱的时光，咱先开始来481首，咱着期待着恩典，得着合一。咱请司琴弹一解。曲调吼，所以大家可能较袂惯是唱南美洲的曲调。咱先来歌词念一解，来请咱。
在。来，请司琴弹一摆。咱这现在有发现吼，就是曲调比较熟，直接来第一节。来，请第一扎，请。780首，咱请司琴弹一摆吼。这首是对大家来讲较新吼，一首日本歌，日本的曲调吼，咱来听一摆。来，咱开始第一站歌词来，请。
第三集来请。到遮，咱即马准备先来礼拜。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罗听我祈禱。我的心失志的时，就要对地极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渡险的所在，做我坚固的台，来脱离地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边，我要秘伫你是黑永捌的所在。即时，请咱三角来吟诗，信诗480首，信诗480首，世界俗子正朋友，世界俗子正朋友，大家三牵手，同心徛我来领受世界的成就，仰望建设上帝国。做咱大目标，牵着主耶稣道路，向前来跑走。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下面咱来读新的诫命，伫旧部的第7面。新的诫命，显着咱三甲来读，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真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接续咱来启应，启应文28篇，就是诗篇118篇，伫信息的后壁面。启应文28篇。显着我来客，恁来应。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亚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气煞的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野树枝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咱继续来吟诗，信诗第2首。信诗第2首，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学录上主尊名。圣哉圣哉圣哉！奖励天地甲海，阿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请起立来吟赞首。圣哉圣哉圣哉！现在
即时咱额头同心来祈祷。至神的天父上帝，阮即时自责，无论是伫教会，还是用网络的方式来聚会，阮拢要用敬虔的心来敬拜阿罗你。阮嘛要来听你的话语。我免先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中间，互阮众人拢得到平安，互台湾的疫情愈来愈好。阮拢满心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伫过去一礼拜中间，阮若是有得罪你的所在，阮即时要诚心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恳求你来赦免，互阮伫未来的日子中间，拢会记得你的恩典，莫阁来得罪你。阮即时嘛要为着台湾即块土地来祈祷。虽然台湾的疫情有愈来愈好的，也毋过袂当互阮每一个人因为安尼着看轻每一项的防疫的工课。伫12月的时阵，嘛有要举行公投，恳求主赐阮智慧，互即个结果是对咱台湾即个土地甲百姓拢是好的。阮也要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无论是11月的感恩节活动，也是12月圣诞节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要用甲旧年无相共的方式来举行。恳求主，互遮个事工拢会当顺利，嘛会当互更加侪人来认捌你。阮嘛求主，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时时刻刻拢思想你的话语，而且阁会当将你的真理实行伫生活中间。愿阮安尼求，拢是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下面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9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旧约第195面。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9节，现着我来读。这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命令，甲是恁的诫命、律例、法度，互恁伫恁所要过去得着罪孽的地来行伊，通互你甲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即守伊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命令你的，互你的日子得着久长。以色列啊，你着听，着即首来行伊，互你通伫迄个流啉甲味的地得着享福，人也加添极多，亲像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允你的。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仔日所命令你遮个话，着记伫你的心，也着用这勤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里，困，也是起来，拢着讲论，也着拔伫你的手做记号。
早伫你两蕊目睭的中做纪念，搁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徛以及你的门。圣经读到遮，献诗。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着去报好消息。
讲道，即是要请潘兴荣神学生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记袂起的应允。牧师、传道、长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的名叫潘兴荣，今年是台湾神学院3年的神学生。今年40岁啊。我甲我的牵手，阁有2个囡仔，3岁甲1岁，同齐住伫神学院内面。因为可能大家听到我的台语会感觉讲哪会怪怪，因为我的爸母是民国38年对大陆来的，所以自细汉我无迄个环境会当讲台语。若是讲较无冷当，请大家就是体谅。然后就是聚会了后会当互我指导，多谢。对明年毕业了后，我就要转去，因为我是母会花莲的母会甲我支持来读神学院，我就要转去服侍。就想讲要来好好来用这上尾的半年的时间，会当到这重视信仰教育的教会来学习安尼。就拄好，我的同学就是这徐一芬同学吼，伊顶学期伫咱教会伫实习，而且佫有我的老师王怡芳牧师，伊拢足推荐，因讲文山教会是一个足重视信仰的传承的教会，所以我即届就申请来遮佫做请安的报告甲讲道安尼。感谢大家。咱同齐来做一个祈祷。慈悲疼痛的爸，感谢你带领阮会当今日伫遮聚会，请你的话语入去阮的心中，亲像一个种子，伫阮的心中会当发大，会当互阮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毋知影各位兄弟敢有听过一间已经成立40年的40档的教会？因的教会的会友是足特别的，因为伊是对60岁做一个分界，60岁以上只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要100几岁的长辈，20岁以下有60万人。这60万人中大部分拢是青少年甲社青。因拢有伫教会内面，拢伫教会内面。我伫想讲，亲像即个教会人数60万人，可能互足侪伫这台湾的面对这高龄化的教会，会感觉足欣赏的。但是因起了一个好的大个教堂，但是无愿意来搬过去。因为因会想讲，哇，迄个遐尔大个教堂内面，大家爱来同齐来摒扫，爱管理，又搁要来招新的会友来到即个新的教会内面，甲教会坐甲满，大家就感觉讲无即个信心，所以少年人就感觉讲咱就继续伫即个旧的会堂内面就好啊，大家彼此相挺，会当彼此来。就无一定爱搬去迄个新的教会，但是无人伫想讲，为虾米一间40年的教会，60岁以上的会友只有3个人？其实这间教会大家拢无身份，伊的名叫做以色列，伊的领袖就叫做是摩西。这个是一个譬如的故事，透过这个譬如的故事来了解今日的生命其中，对咱今日的基督徒会当了解的话语来了解伊，去体会到，迄就是一个摩西伫申命记第6章伊所面对的挑战。摩西知影讲，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
但是上帝无爱互摩西会当入去，所以摩西的心中足着急的，伊想讲，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敢会当讲因的顶一代同款，无顺服上帝，上尾摩西就甲因来提醒，讲我要来离开恁，吼，申命记第1章到第4章，伊就甲因讲，我要来离开恁，我爱上尾一摆甲恁来提醒讲，我所喜爱的囝子啊，莫行回外头路，亲像你的老爸老母共款，失去迄上宝贵的应允。摩西伫想讲，伊伫顶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因无要听上帝的指示诫命，因毋肯上阿摩利人的山顶，甚至因会足着惊。因心内伫埋怨讲，是因为耶和华甲阮怨恨，将咱交伫阿摩利人的手中，将咱交伫迄比咱搁较大较路的对敌，互因来吞食。这是顶一代对上帝的埋怨，但是实际上，毋那是顶一代的惊吓，后一代的以色列人嘛是心中足惊吓的。当咱会当对民数记32章中，会当来看起伫鲁宾甲迦得的因的子孙，因期待会当留伫约旦河的东岸。因为伫遐因的真心非常济，因毋敢来放杀，所以因伫想讲啊，今日安尼就好，莫阁过约旦河啊，莫阁拍战啊。即是摩西3摆甲因提醒讲，恁已经伫上帝的带领下面来到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即个土地拢是上帝赏赐互你的。未来恁嘛一定会赢过西方的对敌，亲像今日同款。亲像今日同款，即句话是要来互以色列人记得，上帝今日甲未来拢同款会带恁赢过对敌，毋免惊吓。检采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又阁无要相信上帝的应允。所以摩西搁爱3摆拍耳孔讲，恁着勇敢壮胆，毋免惊因。听到这啊，摩西差不多已经是有声讲甲无声，所有鼓励的话语伊拢讲煞。咱开始有一个怀疑讲，以色列人因真正惊的，敢是迄较大较老的对敌，也是因真正惊的是对伫后面迄个管辖黑暗世界的即个歹的，迄个歹的，伊要来对抗，因为因对即个黑暗世界迄个歹的是足惊吓的，所以因就无要听上帝的话语。这对我拄啊开始伫读圣经的时，我时常会感觉讲足奇怪的，毋是着圣经着有共阮。甲阮讲足清楚的，就是听上帝的话语，啊，因就会得到福，因会得到赏赐的福音，会当得到迄赏赐的土地。为什么因就是做袂到？慢慢我开始发现到，有时咱人用家己的意思来表达上帝的旨意，就会走进去啊。啥亲像，所以摩西才会按3摆来提醒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讲恁着当恁顺利入去，迄古大、古水，毋是你所去做的城市时，千万莫袂记得你亲目所看起的事，莫袂记得耶和华甲你所立的约，莫袂记得耶和华。就是带你对埃及地路在的家出来的上主，这是摩西伫申命记第4章90、20、30，甲第6章10、20的提醒。伊3届提醒以色列人，恁不知
莫惊迄个较大较落的对立，你嘛莫因为世事的生活来袂记得上帝。因为上帝已经透过摩西来提醒后一代的以色列人，对恁的祖先到恁，拢会因为好生活好过，就袂记得上帝。原来伫这黑暗的权势下面，咱人会惊人，会惊迄过大过落的人，伫生活好过的时，会袂记得上帝。这正做每一个接班人的生命的主题歌。牵因的鼻仔来离开上帝，其实毋那生命其中这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会伫这黑暗的迄个歹的顶面，会惊吓迄个较大较落的对立。实际上，伫咱今日的基督徒，毋知敢嘛是有迄较大较落的对立。互咱会足惊吓的，迄个对峙是啥物？敢是伫即个试验中间，正前咱敢会惊讲拍袂着即个注射？咱敢会惊讲因为肺炎的关系，咱的工课受到影响？咱敢会惊吓？咱平常时甘做工课的压力，即种的压力，互大到一个状况，互阮袂记得上帝。咱敢会惊吓讲中国有可能来甲台湾来攻击？咱敢会伫阮每一天的生活中会惊吓？因为阮可能是感情的问题，可能是甲爸爸妈妈，也是甲囝儿伫讲话时伫有冲突啊，也是伫有无共的意见。这敢拢是咱心中迄个较大较落的对立。当咱拄着即种对立的时，咱敢会甲上帝问：啥物才是上帝你的心意？你爱阮听啥物？阮敢有甲上帝讲：上帝啊，我真正是足烦恼的，但是我嘛毋知影，无确定上帝你敢会当来甲我解决我头前的即个问题。做一个顶一代的基督徒，我毋知影，对各位长辈，敢有机会甲恁兜的少年人来同齐来讨论、来分享，伫过去的生活中，啥物是你较大较落的对立，互你来惊吓？啊，即种的影响，敢会亲像一个隐藏的大象，足大的一个大象，伊藏伫顶一代甲后一代中间，但是莫讲破啊！但是大家拢足惊吓去回想过去的即个无好的记忆，即个较大较落的对立。所以，就是藏伫心中，慢慢啊，就占伫即个房间内面，就亲像隐形的大象占伫房间内面。但是，伊真正是影响着咱的生活，但是咱较无信任，无看出来。其实，摩西就是即种的经验，对摩西甲新一代以色列人来讲，因的心中可能嘛有一个隐形的大象。藏伫伊的关系中，嘛着因拄着，但是阮会当听看卖，摩西是安怎甲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分享、来解决、来面对伊心中的迄个较大较落的对立。为着为着摩西，为着要甲这以色列人牵转来。伊用这许马四马，中文叫四马，啊，希伯来文叫许马，意思是听啊。伊就是伫今日的申命记的第6章的第30甲第40，摩西甲后一代来提醒讲：以色列啊，你爱听，你着听。
伊用伊是要来提醒每一位伊伫遮是用第二人称，就是讲你你爱听，毋是恁咯，是你爱听，因为伊爱来提醒每一位以色列人，恁拢已经甲上帝立约，是你家己甲上帝立约。只要你遵趁上帝的话，就会当久久长长住伫老米甲老米甲米的土地，生趁济济，人丁兴旺。但是为怎样，遐尔好的应允要送互你，以色列啊，你却无爱。摩西已经知影，以色列人因心内张毒，无愿意接受应允，甚至有的人甲耳孔压起来，挖头无要听。所以摩西第二届诱惯伊的声音，伊阁请因叫喊讲：以色列啊，你着听。伊用这祈使句伫文法上面的祈使句来呼叫，来叫即个以色列人，伊期待因恁爱听有目，因为是你甲咱独一的上帝的关系已经变质啦。恁会听无，是因为恁甲咱独一的上帝的关系已经变质啦。所以摩西会透过第4节。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来提醒咱，独耶和华是咱要来敬拜的迄位，来认清这上帝的至权的主权，甲咱人这足微小的。独耶和华是咱要来敬拜的迄位，所以摩西是用命令，伊代表上帝来命令每一位，爱来认识这独一的力量。这种独一的力量，啥亲像宇宙伫大爆炸的时，会带来上大的反转的力量。这种独一的关系，啥亲像阮厝内面。爸母甲囝儿的甲囡仔的关系，我阁记得去年的11月，我迄个两岁的囡仔查某囝，伊伫厝内面拢伫困几工。我太太发现讲毋对，马上甲伊送去急诊。医生来判断讲是得着肺炎，马上办理即个爱住院。迄时住院，伊一定爱妈妈困伫伊的身边。若是无，伊就会厌身也是讲伊会伫遐，爱等妈妈转来。万一讲清早妈妈较早起床，伊无偌久，伊一定会惊甲醒起来，讲这是倒位啊？妈妈去倒位啊？伊会足惊吓的。伊会只有。因为伊足信任伊的妈妈，我的太太，所以妈妈对囡仔来讲，就是伊一切安慰。互即个囡仔会当慢慢，因为我靠妈妈，伊就有一个安稳的心，有即个安稳的心，伊的病就慢慢伫一礼拜了后，就完全好去啊。上帝甲咱的关系。伊嘛希望讲，咱会当完全来倚靠上帝，就敢若囡仔独对妈妈的倚靠，相信只有上帝会当来安慰，会当来甲阮照顾。这可能就是伫旧约内面，为虾米常常时常会看到用这个父母甲囡仔的关系来表达上帝甲咱人的独一的关系。摩西有敏感到这世界的无共，伊不只是伫头前伫第4节有提醒，第3节有提醒讲，恁爱听耶和华。第4节，伊搁一届，伊是甲伊知影讲，因为伊百几岁，其他的少年人，因拢是60岁，伊拢下面拢还未到60岁，拢是少年人，所以有足大的一个代沟。
所以伊要讲，但是少年人无一定要听。所以摩西足巧的，伊甲即个伊本来是讲恁的上帝，反转做第4节咱的上帝。因为对11节到第3节拢是讲恁的上帝，但是到第4节是用咱的上帝。为虾米伊爱对恁转变做咱呢？因为伊家己摩西家己包入去，伊要来就近这少年人的关系，伊要甲即个少年人讲，咱顶一代甲后一代有一个足重要的共同的部分，就是爱听耶和华咱的上帝。若是会当听上帝，迄就是会当完全互咱心中的即个惊吓会当拄去。所以听耶和华是真正会当带互你进入迦南地的上大的力量。所以真心、真信、真力去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咱基督徒足实的经文。若是讲大家有参与过乐团啊，还是诗班，伫遮有参与过乐团还是诗班的兄弟无？遮拢是诗班，但是乐团的有无？若是有，会当举手。恁应该拢有经历过一种的独异的经验。亲像本来阮唱歌，也是伫演奏，也是伫弹钢琴的时阵，弹到迄拢走音去啊。但是，互上帝来重新来调音。上帝甲阮的生命调音的过程中，阮会感受到，互伊一届，互伊来接纳入去伊的乐团中间。迄种的足欢喜、大欢喜，是因为得到上帝的疼痛，才会当将咱撒入去即个上好的表演的技巧，也是过去的对即个音乐的理解咱的感情，甚至每一个喘气，拢会专心想要甲这上好的放伫即个表演的中间。希望讲会当献互上帝，互上帝来使用。上帝嘛，希望讲咱对伊的疼，毋是一时的冲动，过无偌久就会互偶像来骗去。所以需要每一天甲上帝话语放伫咱的心中。亲像这就是伫《申命记》6章7节在提醒着，用上帝的话语。困教示你的囝儿，这困教示伫希伯来文叫shana娜，伊是提醒讲，你爱每一日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家己的心上，迄亲像一个魔杖，来不断的修正你的家己，像一个魔杖魔杖一般是伫磨迄刀但是就是磨阮的心，互我锻炼阮的个性。因为摩西对顶一代的以色列人，伊了解，伊看到顶一代的失败，是因为伊倚靠家己，是会足贫惰佮软弱的，所以爱大家彼此倚靠，所以伊爱提醒因讲，恁爱甲上帝的话语写伫你即个群体的城门顶，写伫遐，互信仰团体的每一个成员会当每一天彼此相贴，彼此劝勉，共同扶持，才会当同齐行上帝这条路，这条应允的道路。透过这段经文，一方面，摩西提醒咱对第4节到第5节的以色列你着听，这2节的经文是犹太教上重要的信仰的告别，因为这许嘛是这犹太人每一天因起床了后，甲困进前拢会读，而且佫爱默想的经文。因要来默想讲，我敢有记掉这10条诫命中的第1条的诫命，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捌
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领出来。以色列人为什么爱？以色列人为什么爱每一天来读这段今日的这段经文呢？是一方面是因为因真看重这囡仔的教育，因知影讲爱来锻炼因，就爱所以有的人会考虑就是爱甲所以因会甲囡仔来要求讲3岁开始就爱来背即个经验。因是为着爱，互因知影讲，互因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就是到老因嘛袂偏离。这是伫箴言22章第60来提醒。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当对这基督徒会当对这生命其中会当了解到，上尾这新一代以色列人。又搁离开上帝，会当互阮知影讲，毋管是顶一代还是后一代，为怎样因上尾拢会离开上帝，是因为咱人的罪，咱无法度倚靠咱家己，所以为什么咱基督徒已经有耶稣基督为着咱来牺牲？为着咱来顶是顶伫十字架顶，因为咱人永远无法度靠家己来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那亲像伫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迄个就对律法就了解。讲会出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律法书，伊是一个律法书呢，但是伊较无法度救家己的同胞，反做是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伊会当听上帝的话语，伊虽然毋捌上帝，但是伊真正会当行出来，即个听厝边亲像家己。伊真正，伊的即种的心智，真正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咱的上帝。尽心、尽性、尽力，咱无法度靠咱家己，只有互耶稣基督来反转，才有机会。即种经历耶稣来改变的经验，即种的见证，伫一代搁一代的基督徒内面来继续来传讲。伫19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少年人，伊的名叫查麦士。伊身体真巧，才19岁就会已经通过讲道师的考试。虽然伊教会予伊足悬的谢礼，但是伊的心无心要误会。一个19岁的传道师，伊想讲，伊甚至主日的时阵拢无去教会。平常时嘛无去探访会友，但是伊足巧的，伊的学识啊，佮有伊的学历拢足水的。直到伊30岁时，伊捌着肺痨，得到肺炎，差一点仔就要死去。而且伫同一个时间，中会甲伊责备，伊的会友叫伊莫回来啊，甚至伊的女朋友嘛嫁互别人。伫这位牧师，伊人生上无应望的事，伊读到一位基督徒韦伯福斯的册。韦伯福斯是安尼讲：透过信心所称的迄个义，保证咱已经互上帝来接纳，会当得到对顶头来的帮助，才会当做迄本来咱做袂到的事。这句话拍入去这查麦士伊的心内，互伊来顺服悔改，活长心重新来倚靠读伊的真心，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嘛开始改变，开始变好，甚至变好了后，后来帮助伊拄着伊迄当时教会的国家讲。竞选牧师是国家的权力的事，
伊足勇敢的，伊带领454位的牧师，因讲毋是竞选牧师，是教会的权利，因为教会的灵魂属于上帝，毋是属于国家。所以因本来拢是食国家的头路，领国家的社礼。后来这454位的牧师，因放杀一切，成立这个自由教会。后来这个自由教会后一代的宣教师，就是咱所认捌的马偕甲马雅各两位的牧者，因对加拿大到有苏格兰来到台湾，同齐建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建立咱的台湾神学院，嘛互基督的福音传予咱的每一位，互咱来领受着这生命的恩典。亲爱的兄弟，一个信主足侪年的查麦士牧师，原本互这钱甲名声，互来互伊迷惑。即种钱甲名声，啥亲像迄以色列人国大国落的对立，互伊来失迷。但是当伊甲上帝重新互上帝来调整，重新认捌读伊的精神，甲伊的关系，会带领一个团体足大的改变。同款，咱每一位信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伫信仰内面是即个大的世代的接班人。当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是正确，会带来咱家庭、教会，甚至是台湾基督台湾的教会的复兴。上帝伫等待咱透过认捌伊的道义，来看起咱家己的软弱，恳求伊的怜悯，互咱会当悔改、活当心，持守甲伊的关系。因为上帝应允绝对袂无去，伊所喜爱的是咱将信实的心、敬畏完全的放伫伊的面头前。上帝伫等待，伊伫等待台湾搁较侪，亲像查麦士牧师，亲像马街，亲像马雅各牧师因同款的基督徒。愿意来真实来回应这个呼召，来到神学院内面接受装备，来成做台湾教会复兴的一个成员。亲爱的兄弟，恁敢愿意来预备咱家己，伫这个复兴的运动中，会当来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咱的上帝，用实际的行动，会当去听咱的厝边，嘛来听这台湾神学院，亲像听厝边，亲像家己。咱同齐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当你爱摩西讲，以色列啊，你着听，爱知影，上帝耶和华是阮独一的上帝。那亲像上帝，你吩咐阮讲，独敬畏耶和华，求上主帮助阮伫生命中会当认捌你是独一的上主，认捌基督对阮的听，互阮会当听你的话语，求主将你的话语刻伫阮的心中，求你的圣神带领，互阮有搁一届的机会来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阮的上帝，行出听厝边，亲像家己的性命。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这是要来吟回应的诗。信诗481首，信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神，同一个听，水一个圣神，领受同一洗礼，咱属主子民结连一体。请起立来吟全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神，同一个听，对一个信息，领受同一洗礼，咱属主子民结连一体。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神，同一个听，对一个信息，领受同一洗礼，咱属主子民结连一体。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当咱经历上帝予咱算袂清的恩典的时，咱也要回应上帝恩典，所以咱就爱用心来准备。期待若是伫疫情的严重的时阵，咱的敬拜、咱生命的成长拢袂断去。
请坐。即时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内身，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第2面。今仔日的经句：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申命记第6章第4节。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申命记6章4到5节。请掀开周报的第3面，下周的圣工分担。下周的圣工分担，领袖是赵以乐长老，司礼是潘美燕长老，司经是苏云伟姐妹，献诗是少年团契，司献是张恩兴执事、林忠豪执事，交台是林忠豪执事、林家荣、谢义宏弟兄，音控是李承勋、施浩轩弟兄。华语的请家己来看。下周的聚会内容：拜3的查经祈祷会，题目是活出耶稣的款式。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2章38到44节。主理是黄忠健传道师，司会是陈定辉长老。心灵主义学遮要订正，应该是第14课，内容是第14课题目太前书甲提多书，主理应该是张一成长老。拜日的主日礼拜内容，圣经是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4到20节，题目是有口难言，主理是柯新凯牧师。接下来，咱掀开周报的第6面，教会的消息甲报告。第1点，本主日下礼拜是台湾神学院纪念主日，欢迎台湾神学院度熟3年的神学生潘兴龙同学来到阮教会来请安报告，请兄姐来为神学院的教育事工来关心代祷，还佫有奉献。第2点，2022年的事工研讨会的资料，请各团契今仔日爱将2022年的事工研讨会的文字报告，还佫有 PPT 的资料交予干事。第3点，财务组开会的通知，本主日礼拜了后12点半会伫会议室召开财务组的会议，请组员爱劳保参加。第4点，中执会开会通知，11月14号就是下主日主日礼拜了后，12点半要伫地下室召开中执会，请中执爱劳保参加。第5点，心灵主日学。11月21号，心灵主日学的课程会暂停，所以上课时间会是11月28号上课。第6点，团契报册检查，定11月21号礼拜了后11点，要伫会议室要举行报册检查，请各团契会长会另下的资料拢准备好，若是有问题会当问洪长老。第7点甲第8点，请牧师甲咱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第7点是咱感恩节的报告，顶礼拜有报告过，所以今仔日要搁一届甲大家报告甲提醒，就是第一个咱的爱餐今年取消。不过，咱的暗会游园有，所以咱即摆周报内底有即张无？有吼，请你即张毋是摕转去家己放去做纪念哦。
即场提去邀请你的朋友，邀请因来参与，邀请因来听即个上帝安怎改变即阵囡仔。所以，即个单位名叫做啥？大改。伊讲是上帝大大改变因的生命。所以咱来听伊的故事，咱嘛邀请咱的好朋友，也是讲你要将上帝听，甲伊来分享的人，邀请伊来，邀请伊来。好，第二天主日礼拜，咱一场，咱要邀请的是即个执行长，执行长张敬义牧师，伊要做伊的生命分享甲见证，你若有机会转去，即马 Google 真简单，你拍查一下，我想咱会当互伊来甲咱分享的时阵，咱会当对伊有搁较侪了解。好，这是感恩节的即个通知甲报告第8点，咱2022年的曙光研讨会，今年咱是为早起9点甲下晡4点，咱请所有的中级同工团契会长拢爱参与。不过，伫早起时对9点甲12点的时阵，牧师这边有安排，有影片甲课程，嘛欢迎咱遮的兄弟姊妹，你有兴趣，你就来参加早起的9点甲12点就会使啊。因为下晡是咱伫同工中级咱的迄个曙光的研讨甲协调的时间所以今年咱的主题是信心甲军队，但是伫即届的研讨会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什么？你有影响力，你有影响力。所以咱若有兴趣兄弟，咱做来听，嘛会当更加了解教会未来，咱要同心合意，要来行头前的路所以邀请恁会当伫早起9点甲12点来参加即个课程的部分好，这是以上的报告，多谢。下面的教会集体交通大道事项，还有教界消息者，还有奉迄个资料，拢请家己来看。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有2位新来的朋友咱做伙来欢迎是林明达兄弟甲华淑娟姊妹。因这条因伫大溪教会聚会因为因的囝儿伫台北，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伊会常常来到台北，所以伊以后可能会常常甲咱聚会，所以咱会后会当去甲伊关心一下。好，谢谢。欢迎恁来，期待未来会让搁伫教会看到恁。即时来用要念诗，信诗387首，信诗387首，荣光归俾上帝。吟诗线请柯牧师来祝祷。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即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列岛避讳。咱拢才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才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神，因为耶稣。即摆会当请大家会当甲互相请安。